噴，我要通處噴，任我噴到好過癮，有睇手感覺好似有緣啊！我呢就係你哋啱啱口中講嗰個現代人，亦即係畫呢幅塗鴉出嚟嘅藝術家。總之呢幅咁嘅嘢唔可以叫做藝術品啦，因為只有放喺藝術館嘅先至可以叫做藝術品。有啦！我要我嘅 graffiti 喺女同學嘅藝術館出現，我要令塗鴉可以變做高級尊貴嘅藝術品。唔係咧，我真係聽到有聲喎。係喎，我都好似聽到下。幅畫識講嘢，graffiti一定畫喺埲牆度咩？噴身唔可以噴喺畫布上面嘅咩？藝術係來自美國分，點解分等級？我知啦，叫乜名唔係重要，最真摯嘅藝術品根本只需要我哋齊齊合作，你想叫佢嘅就叫一幅嘢總之我嘅藝術快樂如畫。